改造之後根本睇唔出個露台係重用㗎噃。而家呢間屋已經變成好時尚、好有風味嘅住宅。原本玄關有樓梯位，而家就改成斜面嘅通道，可以俾輪椅直接咁樣推入屋企。入到玄關就要除鞋，工匠唔想啲鞋阻住輪椅出入，所以就幫全家人準備咗呢一個好方便放鞋嘅鞋櫃。由地面去到天花板，成幅牆身都裝咗大容量嘅收納櫃，而且仲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希根嘅輪椅或者 BB 車，真係好貼心啊！間屋嘅四圍係俾其他屋圍住，成日都黑掹掹。地下呢層就更加嚴重啦，日頭都要開燈嘅。改造之後完全變晒，喺呢個390尺嘅空間，工匠設計咗好高嘅天花板，令到風同埋陽光都入到室內。廚房同埋飯廳都變得好舒適。喺玄關一直向前行，就係全新打造兩夫婦同埋希根嘅睡房。哇！係希根張床啊！係啊，咁密集咗嚟啦。唉，佢睇落好舒服啊，真係太好啦！我都想瞓啦，好舒服啊，好開心啊，好開心啊！哇哇哦，犀利啊！去廁所好正啊，好易行入浴缸啊！哦，啱啱好。太好啦，個浴缸 size 啱啱好啊，唔大唔細，條水喉好長啊！睇下，連角落都可以洗埋㗎。